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劑局方》入邊記載咗700幾種中藥處方。到咗今日，中國嘅中成藥產品已經超過9000種，並走上標準化、國際化嘅道路。香港亦喺當中扮演重要嘅橋樑角色。2020年，本港有大學成立香港中藥創新研發中心，計劃同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合作，打造一站式中藥藥物研發中心。中心設立6個研究平台，運用人工智能等先進科技，配合中醫藥傳統理論嘅指導，研發達到國際標準嘅醫藥產品。當中一個研究項目係以包含9種中藥材嘅傳統古方為基礎，研發出治療潰瘍性結腸炎嘅新中藥複方製劑。呢種新藥物喺2025年嘅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面獲得評審團嘉許金獎，印證古方新用大有可為。幾千年嚟，中藥嘅發展不斷與時並進，傳統智慧結合現代科技，為中藥賦予新嘅生命力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